我有看到你坐在正中央，好威风的。真的吗？我们都去买了，上面又被我们扫过扫光。这个好，这个茶好。如果你睡眠不好，对，我都可以去当医生，我们都是龙茶。又可以 on。谢谢。好，OK，那我们就又开始从文书礼赞。拉玛当古布加梅样啦，恰在路，看见路这对面天的，人大南大热在呗，今年这个继续事情，你个多个两帮子，看到这边正上嘛这门头东眼起色了呗。着作关了普及，但养老出去养点松，如他切着年木年龙来给加着最在近。马里没些东眼牛，今年就在热天南。对呢，他进社区，他是原点绿洲也是土过。就他就你跟着大路没事，江北养了的，我妈的把咱那的，我妈的把咱那的，我妈的把咱那的，真正看了为谁去？大陆地母明白热些呢？家当电锯雄鹿多把一，罗着宝贝那我在读书。好，那我们今天上到了第19课，落针灸骨吧。那第19课的内容对你们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了。我们常常都会出现这个疑问句，就是问候嘛、过训嘛，藏文里面那个是，就是我们会这个
提到是几对，它是离合词，藏文是几对。切吧就是它是离，后者是说它是就是用从一个组合里面分出来，分就是切吧。有比如说有三宝，哪三宝？法宝僧是这样，所以这是切离。那对就是法宝僧就是三宝，后面是对吧？有两种说法嘛，一种是三宝法宝僧，所以三宝在前面，然后再仔细分法宝僧，是不是？这个是佛法僧，对，佛法僧，对，抱歉。然后对吧呢，就收回，就是说佛法僧是三宝，这三宝在后面嘛，那个是对吧？和当然中文就有分了离合词。那离合词的那个助词，它这个助词也不属于我们所讲的那个八格里面，它不属于八格这个助词就像我这边所讲的，那米门别切，那米门别切，你们要不要一起读呢？还是你们现在已经那米门别切，那米门别切，想完间，那米门别切，想完间，几对几，dar，就是几dar，一nam，那米门别切，想完间，几对几，dar，几对几 dar，就是几dar，一nam。那米门别非格助词，格助词是我们讲的是那米，八个，所以那米门别非格助词，那米门别切就是助词嘛，所以那米门别切非格助词，想完间不自由虚词，是吧？想完间。几对给这儿有几对给这儿有是成为谁的声音呢？离合词，就是几对就是离合离合词，就是成的意思，成为这边有翻成成嘛，所以成形成，记得了，那个形写错了，他是不是要写这个形？对，那个形改一下OK， 好，谢谢。所以形成就是在藏文里面就是成为嘛形成就是记得如何嘛，一呢，那就是 question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这是主要是这个几对离合词。所以如何形成不自由虚词中非格助词的离合词，是怎么形成的？所谓的这个离合词呢？从哪里看得出？从哪里举出？那回复的在下面，紧住就躺，修电，塔扎给塔
마이 자르웨 지두기 다르 조루 진주 주당 슈딘 타자기 타르 마이 자르웨 지두기 다르 지두기 다르 조루 지두기 다르 조루 진주 주여와 아주 진주 주여와 진주 주可래 진주 주可래后加10个后加字哪几个啊哦卡啊他那帕마 아 라 라 사这是10个后加字对不对10个后加字然后再加一个塔扎修颠塔扎塔扎是什么再后加字的是不是再后加字有两个再后加字其中一个是塔嘛塔再后加字塔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10个后加字然后再后加字塔这11个字后面加嘛那变成什么呢这个如果是卡后面加一个嘛的话坎如果啊后面加一个嘛的话昂塔后面加一个嘛的话谈那后面加一个嘛的话南爬后面加一个嘛的话旁就是接着这样就变成了康安帕康安坦南帕玛암康安坦南帕玛암康安坦南帕玛암就变成10个后加字后面加一个嘛的话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词那这个用在哪里呢接下来我可以用在再继续讲那首先你们要知道说所谓的离合词这个词是从这样的一个词是怎么变成怎么成为怎么形成这样的一个呢是10个后加字然后再后加字它这11个后面多加一个嘛那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词那这些词用在哪里呢既然是有这11个那用在哪里那我们就接下来讲啊那先看진주 주당 슈딘 타자기 타르 마이 자르웨 지두기 다르 지두기 다르 조루 지두기 다르 조루 这样就理解了吗与10个后加字以及间接叙述的再后加字它等后加个嘛就即是成为什么离合词所谓的离合词那么有个离跟合那要个别要解说我们刚刚上课的时候跟提过前呢切巴当对呗된 소소네 세주 유탐 제나 제바탕 뉴베 된 소소네 세주 유탐是吧那소소네 요르베스 제바를 가르치고 요르 뉴베스는 가르치고 요르 소소네 셰야 된다 요르베스 기지티고 再问什么叫제바什么叫뉴베有个别的有解说吗问的是这句对不对说出就是个别嘛些区有这样解说的方式有吗其实我们现在教的这些都在这里tham nam 已经用上了这个 nam 这里有个 tham 我们现在教的今天要课里面的所教的这个
助词，已经都是在用上了嘛。这是问候问句的时候都在约他们伊南都是要依据它的前面字的后加字是什么，就要写。它是他后加字，他就问的时候他嘛他们，他的后加字是拿，他就用拿嘛拿，就变成了问句。问句。好，既然问了有没有个别的解说，那就我们要回复嘛。切巴当，吕北屯，说说呢？写句约头，切巴当，吕北屯，说说呢？写句约头，是吧？切巴，对吧？是吧？切巴，对吧？分离词和结合词这两个。有个别的意义，有解说，可以解说。所以说是你写句约的意思。说是你写句约呢？这边我们也学过写句约头，这里亚那约他那的头，这是什么？中介词，对不对？中介，切巴当，对位团，说是你写句约头。有个别的可以解说，这个呢吗？呢是说呢，从也可以说从分离词与结合词有个别意义的解说。但其实说是你起啊约不赢呢，你说是你屯大跟着写过来，切巴当六百个屯大说是你写约不赢呢，肯定是写过来。既然有离跟和的词个别有解说，那既然有解说的话，你要怎么叙述，怎么解说？所谓的离是什么？所谓的和是什么？就切别扩顿抗议呢？切别扩顿抗，我有一个疑问，前面吗？回到上一页吗？没问题。就是他这边那个分离词跟结合词，切巴糖跟这个对吧？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不是切北糖跟对北？就是分离词的跟结合词的个别意义，它的那个北，就是后面那个有属格嘛，就是结合词的，那前面分离词为什么不需要加那个的？就是对，就是说到底是那个的是只有属于分离词、结合词，还是说？很好的问题。非常好。这个呢，它是缩写。那你可是这个团呢，前边团、对边团，就是可以这样用。那这个团是呢，其实实际上讲的是前边团、对边团，两个团用在一个上面，你就可以说前边团的。对边团说是你写字语的，但是没有个别用两个团，只是切巴当对吧？对边团，那这个团呢是要接在这个的前边也可以，接在前边已经接在对吧？这两个合并在只要用了一个团。你这样刚刚问的是没错，是这样去，如果是这样去理解，是前边团。对边团，所以藏文很多地方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法，不会个别用，这两个最后用一个团，那意思是说前边团、对边团。
집에 고등 강의는 집에 고등 강의는 다 집에서 이 돈다 가르쳐요.那分离词的含义是什么呢？那집에 집안이 이시직래 남탕 소솔 집에 자오 집에 집안이 이시직래 남탕 소솔 집에 자오 所以它本身是它是一个，然后它分成三个，1、2、3，从这里分3个，这个叫做切吧，本身是它用从这边分出来1、2、3嘛，那这个分法这就是切吧，像我们这边切吧切吧，你所谓的分离词是什么呢？一是积累，一是积就是一个总和，它是从一个整体那么说说个别分类，那么说说结吧，个别分类这样的一个说法句子，那我们就可以称为是分离词。那这样的分离词当中，一定要用上这个分离词的这个助词，没有这个分离词的助词就不叫这个分离你们看，那既然是从一个总和中赋予一个个别分类的助词，那么如何去有这样的一个譬喻吗？집에 뺄 기다리고 있다 집에这里一个别句，这里中后者是被几道过的，这个然不需要。如果这里有个然的话，就别句这个然不写就可以。那如果有这个然的话，就是别句，要写别句嘛，别句几道过的。那然不写就前面别几道过的，那就省略就可以。别句是譬喻嘛，前面别其他过他们，前面别其他过他们，那就是如何举分离词的例句呢？那我就刚刚跟你们叙述过这个，比方说군조 쏨니 군조 쏨니3에 3去这里也用个 3去 3这里用都还要加一个 3嘛，因为我们现在要教的是这个강한탕旁边做一个강한탕，对不对？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后的那个有后的含义。3에 3去 3紧뒤接受，所以主要先前面讲三宝嘛，对不对？三宝是什么？那佛法僧，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分离词。那另外一个什么？结合词。结合词这个倒过来就是变成结合词，知道吗？佛法僧是三宝，那就是结合词的用法，这样理解吗？这简单吧？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方面，对你们来说，在那个文法里面最简单的一个是，其中是
因为它主要用到的是这边的 some， 通常我们这里也会用到糖，对不对？三叶糖、雀糖、金驴糖、介手金驴介手，这里后面最后不会用糖。那我们现在因为学的是这个分离词的助词，所以分离词的助词一定要，你看后加字是 sa， 所以这边用 some。这里用 some 的时候呢，不是问句啊，三叶 some， 雀 some 多了用，这个时候它不是问句，这个时候它是相当于你们的汉，后者是后，或，不是，那要判断是不是问句，就是看它是放在最后面嘛。对，如果它放在最后面的话，那它应该大部分就是问句，句子后面的话。不是，那如果用糖的话，会不会说三叶糖？然后给云糖介手，会不会这样用？糖的话，通常我们会三叶糖、雀糖、银驴介手。就是这个糖呢，它是自由的，我们有不自由跟不自由虚词跟自由虚词嘛。这个糖是自由虚词，所以它不需要冠带前面的后加字，任何都可以加糖嘛。那现在我们这里不能用，这边说三叶 come 不能用 come， 一定要用 some， 去 some 一定要用 some， 不能用 come， 也不能用 也不能用 tam， 也不能用 nam， 不能这样用，一定要看前加字。前面字的后加字，对。这个就可以简单的对，对北团是吧？对北团抗议呢？对北团抗议呢？连남자 도마 27도 뒤에 자식라 고마워 남자 도마 27도 뒤에 자식라 고마워 남자 도마 27도 뒤에 뒤에 자식라 고마워这个我也是结语词嘛，对不对？남자 도마就是感觉有很个别的分项嘛，남자 도마有很多种类的，很多分项叫남자 도마，各种种类남자27도把这些个别的分项呢27도归纳为一个种类，这样的称为什么结合词？那刚刚讲到的三宝一样，佛法僧是三宝，这三个呢结合在这个三宝里面，最后讲三宝。这个뒤에 뺐지 지다를 고야담 뒤에 뺐지 지다를 고야담 뒤에 뺐지 지다를 고야담 那就是结合词的这个如何举例这个结合词的例句，归就是要叫你立的意思，叫你立出来。那就下面讲的三叶这个我一定要加那个 some 啊，不然就不是结合词的造句，忘记加这个 some， 在后面要加一个 some
산게 삼 최삼 긴두 제니 군조 숨모。我这边完全忘记是结合词的造句，说通常是可以这么说嘛，三界去给驴见你工作松。但是我们现在呢是要因为一定要结合词的例句，所以一定要加结合词的助词，才成为结合词的例句。这里我就不应该早说，我就考你们，这个是不是即便是我错了，我还是装作考你们这个句子就没有错，但是如果说这个是不是结合词的例句呢？不是，因为它没有用上结合词的那个助词。这边给蹲借泥，泥是什么意思？泥用法你中文怎么？我们叫做提示主词，它是提示那个是主词，就是这三个，白话来讲的话是，佛法僧这三个，就是你指的是就是这前面这些，有强调的意思。强调你没有这个吗？你没有八个里面没有这个助词没有这个呢，你这是不自由自由助词，你这是它也是助词，但是它是自由助词，就是一个也是强调，也可以说我要解释一个人的话，扎西这西尼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个人，就是不是呢，就是这个人，就是扎西这个人，扎西这个怎样，所以你指的就是这个人。我点吧。为什么这个没有在八格里面他是在强调这前面讲也可以讲直吧佛法僧可以当做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语句，就是强调这前面这三个，也可以说是其或是词
这三个，这三个是三宝。佛法僧，这是就是呢，这边的你们中文里面就指的是什么？那个你，再是说这三个，他强调的是这三个，这三个叫做是什么？佛法僧，是加注语句吗？或者是我们解说一个人的时候，刚刚讲的，或是解说一个东西的时候，藏文里面就会讲牛古迪，就会用一个迪嘛，这个比牛古田尼也会这个比牛古田尼，牛古尼什么什么就是看怎么讲，它意思是牛古迪尼、牛古尼差不多一样，它是在解说这个比。你这你这就提示主语，强调语气。强调语气嘛，它是一个强调语气，强调这三个就是三宝。虽然前面讲了佛法僧，再加一个你，就是强调语气嘛。口语也会用吧？会啊，空你什么什么什么的，口语会吗？罗德迪尼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你的用法也会在自由虚词里面会讲，你现在问的是自由虚词的问题，下面会到，这个见呢，有时候翻成等，就是意思是没有别的，就这三个，你念错的，几对几切，几对几切，几对几切点呗。早啊，抗议呢？几对几切，点呗？早啊，抗议呢？所以叙述离合助词的寄送是为何？是哪一个是就是叙述离合的助词的那个寄送？那我们在寄送里面就有了，在这个述网论里面讲到，我刚刚讲到。康安塔南帕玛安ram lam sa dam 几对贴，所以这10个就是几对。康安塔南帕玛安ram lam sa dam 几对贴。这里有几个？10个吗？11多少？11个嘛，11个正式都已经有写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刚刚讲但是那个间接呢？它不是间接，它是直接啊，不是寄送里面就已经有直接啊。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是10个是直接。其中一个是间接，是不是？那没有啊，这是直接啊。对，11个没错，是有11个，就11个里面是10个是直接，一个是间接。塔刹用的，对，对。
那前面是写错了吗？啊？啊，前面说10个是直接，一个最后那个是间接嘛？对，因为这个是 dam 是一定是塔扎后面才要加 dam 嘛。这个 dam 是他要看后加字，它后面要加 dam。因为这个寄送是数网论里面的寄送，这个寄送。那前面讲的是我们这个30颂里面，30颂就是三部长提名三部长所著作的那个文法的30颂里面，叙述的过程当中，10个是直接，dam 是间接，但是数网论里面呢，全部我们详细的讲到有11个，就直接把讲到11个。我们这个数网论的寄送学的时候是很简单，就是比较容易看得懂的。那如果是这个正式的那个松就把30颂的寄送呢，就是不像这样，就是就像有点那个早期印度的这种著作的方式，他没有直接讲，他那个有点文字很难理解。然后呢，기득이 졸주 땜베 자와 강인함 기득이 졸주 땜베 자와 강인함 기득이 졸주 땜베 자와 강인함 기득이 졸주 땜베 자와 강인함是吧？那졸주 땜베 자와那这个离合助词用法的寄送如何？就是졸주如果是它结合在我们的句子里面的话，那它是怎么去运用嘛？怎么去运用？我们说有11个助词，离合的助词。那这个11个助词怎么用呢？到底怎么我们在写信或者是写字的时候，这11个助词用在哪里？怎么用法？那是在寄送里面讲到。정원래 졸주 러두 급탕 총 졸주 러두 급탕 총 졸주 러두 급탕 총协送，所以其用法与跟终结词相同，是不是？怎么相同呢？跟终结词怎么相同？它的用法。对啊，终结词也是有约托，是不是？没托，因诺，都是看后加字后面就加嘛，对不对？这个，比方说有，对不对？有，那我们这个终结词的时候，后加字这边的前面字的后加字是它，对不对？我们就如果是用终结词的助词的话，我们就会说约头，对不对？约头。那现在我们是用那个结合词的话，那它就变成了约汤，跟前加字的它后面加一个汤。这个时候呢，变成什么问句嘛？约汤。所以它的用法是跟终结词一样，就一定要看前面字的后加字来依照前面后加字来去对照，是吧？像再来一个，说是
是银，对不对？银诺就是变成是嘛，对不对？中介。那如果是这里加拿银南是吗？就变成了是吗？问句。这样理解了吗？跟中介式用法是一致。好，我们再念一次啊。기득이 채 댐베 짜와 강이남 레 강암 타남 파맘암 랄람산땀 기득대 기득이 조르 댐베 짜와 강이남 종환례 조르 러르 갑탕 총 시송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解说过的几对打交就离合词的这个添加法嘛，是不是添接法？这是填吗？添接法嘛？我们有一个说是它的用法是怎样，对不对？用法。那现在这是原本离合词它是怎么形成的？我刚刚跟你们解释过嘛，对不对？有卡、啊、他、那、帕、玛、啊、拉、拉、萨这10个字，再加上一个达，对，塔扎，就是变成了卡、啊、他、那、帕、玛、啊、拉、拉、萨。那塔扎后面加一个当，这个呢，即便是没有前面字，没有后加字，那你如果用那个离合的助词呢，那也可以用 am， 就是拉萨，没有后加字，对不对？拉萨 am， 对不对？拉萨就没有这个后加字。那没有后加字，你如果用这个结合词，如果需要用得上的话，那你就会用拉萨 am， 拉萨 am， 那什么拉萨 am光部是一个地名，这拉萨是一个地名，光部也是一个地名。你看拉萨后者是光部，那这里用了一个结合的助词，所以结合助词这边即便没有后加字，你就可以用，没有后加字的时候呢，就用 am。你不觉得那公布后面如果再加的话，用 am？可以，对，拉萨 am， 光部 am， 还有几个字，也不觉得是不是你们藏文没有标点符号？要是我们是用顿号，我会用顿号来取代。那你们这个是不是没有顿号，所以你们用这个来取代？有的时候这个是用这个后，可是后就有点2择1的意思。2择1的吗？对啊，是什么跟什么，又是什么或什么。有时候它也2择1的一个方式，它是后者是公布，也是有后的含义，就看一个你用在哪里，前后是。但刚刚我们前面的例句里面，不是后就是相当于那个汉，
但是中文的字不最后才会用一个汉，对不对？不会每个字都会用吗？但是藏文里面像这样可以每个字都后面加，这样可以加。这样理解了吗？啊，所以往后你们看经典的时候，也看到这种的时候，就看它是属于或呢还是汉。如果是最后面的话，那就一定是 question mark， 就是问候嘛，问候。好，在这里，也举例了例子，看你们几对了啊？几对离合，第一个几对个团结了啊，离合词的用法。남존 남순니 남존 남순니 남조 남순 남조 남순 남就是道嘛，做就是主要的啊，三就是松就是三，所以三主要道。所以这里남존남순니三主要道是指，这边相当于那个你呢是可以用指来说。민중암 민중암 천주기 심삼 양탑에 따와오 민중암 哎，这里用了 am， 对不对？民中，因为前加字是啊，所以用了 am。民中 am， 成就的 sim sam， 成就的 sim sam， 因为前加字是啥，就是用 sam， 对。羊特别刀啊，羊特别刀啊，哦，这是结语词，对吧？结语助词。念中就是处理性嘛，念中，念不中啊，夸了念不中啊，对轮回处理产生一个处理性。成就的心就菩提心嘛，成就的心，成就就是菩提，那心就是心，所以成就的心。杨塔别刀啊，杨塔吧就是正见。杨塔对不起，杨塔别刀啊就是见那个杨塔吧就是正。那有时候中文用直接讲正见的话，有时候是理解不上，所以加一个空正见，那就是很杨塔别刀啊。这是属歌嘛？可以加念中给 sim， 可以念中给 sim， 但是藏文是可以直接讲念中讲 sim， 杨大别刀啊，松。你可以加念中给 sim，
眼中的心心，成就的心。那在我们你讲眼中的时候就，它是直接是理解是心。那这个造句是几句切巴的对巴的？这个是切巴的造句还是对巴的造句？是离还是合呢？离的造句是不是？对。那我们先休息。
这个例句。태풍 태풍암 태풍암 태풍就是我们那个拇指태풍脚趾也可以这么说要用脚的来讲对태풍암有点像英文的汤匙嘛태풍암 zoom如果像 zoom 的话就是这个食指 zoom孔目 中指那个中指是孔目辛辣 无名指你们有讲无名指吗？无名指辛辣踢胸小指这个为什么那个食指那个后面不用中间不用一个点，它是算一个字啊？哪一个？食指这边吗？对，这边你说我说它中间蒙后面跟之间不用一个点。这边吗？对啊，这个变成一个字吗？它没有。它没有后加字啊，它就直接可以写，没有后加字。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没有后加字的时候就用 对不对？我们刚譬喻的是哈萨是不是？所以它没有后加字，所以直接不用加点，直接用。它最小的话我们的球，我们会球就是小的时候都会用加这个无跳chung我们不会，如果你不加这个无的话，那这个贴chung就会直接跟这个一样它懂贴。这里是最小的指就用跳跳chung这5个你们知道可以问藏文，可以问藏人，很多藏人也不知道这你问这个拇指是藏文怎么说，很多都不知道，因为比较少用得到比较少会讲到应该一定会这个会用得到，怎么这2个，其中3个比较少。小孩学的时候也不会特意教，我是小时候好像没有特意学过这事。小学没有教这个，这都是到了社会以后才讲。好，我们再念一次태풍 태풍암加一个那个离合的那个柱子태풍암 zoom zoom암
孔目孔目孔目암 신라 신라 감 태우충 태우충니 소몽아오 소몽就是指，就是无指。这那就是无啊。这是离合里面是哪一个句子？哪一个譬喻？和，是不是？和，对，和。好，왕봉하니 미캄 나와암 나암 잼 류기 왕봉하오 왕봉하니 미캄 나와암 나암 잼 류기 왕봉하오 류기 왕보 所以你们看有没有注意到，你们说这个汪部前面都没有加，对不对？其实上这个汪部是连在的 미기 왕보 나의 왕보 지의 왕보 나의 왕보 지의 왕보 류기 왕보 这个汪部呢是要带到前部下面五根嘛，对不对？五根。好，从这边你们自己念一下，这个我看念准不准？哦，不是我哎，哦，然后第二个。소몽아오对，류기 왕보。那这个例子就是离合的一个譬喻，对不对？一个是另一种是合，两种的例句。那离合句子呢，还可以用在什么呢？它是作为疑问句。那我们刚刚前面很多句子里面有疑问句，对不对？这个离合的助词呢，它可以用在那个疑问句。所以呢，在这里 키랑 낭추 진제 로마 이남 키랑 낭추 진제 로마 이남 키랑 낭추 진제 로마 이남 키랑 결이 이남 키랑 결이 이남 결이 키랑 결이 이남 결이汉族你是汉族吗？키랑 결이 이남 키랑 퓨리 이남你是藏族吗？ 키랑 퓨리 이남是吧？那总而言之，在这里呢，主要的我们学到的是那个이남，它是问句嘛，疑问句，对不对？用上了后加字那，后面有个nam 이남。키랑 낭추 진제 로마 이남，是吧？낭추 진제就是佛学班嘛，对不对？
南去是佛学，真的就是班啊，罗马就是学生。加哈拉松句修尔佩巴伊南加哈拉松句修尔佩巴伊南加哈拉松句修尔佩巴伊南，这也是问句嘛，对不对？加哈拉就是印度。松句修啊，就松句修就是听闻佛法 ，pep 就是去，或者到，这到印度听闻佛法吗？或是去印度听闻佛法吗？这个 nam 就是也是nam 就是问句嘛，对不对？像刚刚这边。其他两句真的罗马音呢？如果你是的话，你怎么回答？对，两句真的罗马音，其他把它变成自己那一样。后面到这里，两句真的罗马音。那同样这边，加哈拉松句修尔佩巴伊南，那我就问，如果是进东的话，进东了，看加哈拉松句修尔佩巴伊南。左耳音和亲本音亲就是已经过去时嘛，加哈拉松句修尔亲本音，这个时候不能用 pep 是敬语嘛，加哈拉松句修尔亲本音，拉了一个但是这个卡尔不是来了个，这是就是印度加卡尔一个名词。松句许念 similar your tipsongam 松句许念 similar your tipsongam 松句许念similar your tipsongam tipsongam 这是问句嘛，对不对？听闻佛法，内心是否有改善，是吧？或是有改变 ？your tip 就是有改变嘛，法仙师的松句许念 similar your tipsongam 我们会口语会讲到是 your tipsongam 不会立刻意问对不对？法仙师的松句许念 similar your tipsongam 松句许念 similar your 청중 tipsong 松句许念 similar your 청중 tipsong your tipsong your tip 马松否定的话 tip 马松嘛松句许念 similar your tipsongam 这一类的句子都是疑问句嘛，所谓的疑问句都是后面看后面那个离合词的助词用了 nam 对不对OK 那第二
松波的考的是呢选择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或什么什么，对不对？后者什么什么。它这个记述里面的打木见了，打木就是选择，或像那打木见了就吧，要是选择句作为选择句，打木就是选择。那它是用在选择的话，那怎么去看呢？这开背闲了谢把开背闲了谢把。如果我们不去看那个 am 的话，就是说智者对他说嘛，开吧就是智者，对不对？开吧就是智者，然后后面加一个sa就是做格，我们学过，对不对？那这个智者做了什么呢？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说演讲或者说什么话，就是谢吧，就是他做了这件事。他针对谁说呢？就是贤，针对他说了，那中间有个拿赖格，就是这个英文的话是处吗？处，对不对？所以这个拿呢，相当于那个处，就是拿那个用在这个。他对别人说，智者对别人说。首先这个句子是说，意思就是智者对别人说。那我们后面就用了一个 am， 那就是它就说明它是属于选择，就后面有个句子选择。养呢，其实养呢就是或者，已经有了或者，但是这个 am 也是选择，但是或者养呢是要不怎么什么，我们也会用在中文里面，用或还会用什么呢？或者这两个一起会用吗？不会一起用嘛？但是这个技术里面是因为它第一句是讲这一个智者对别人说，后者那这个羊呢，那你就可以翻成另外什么什么。另外呢，喜悦内所住，喜悦内所住，喜悦内所住，喜蛙就是极尽，喜蛙就是极尽或者涅槃，喜蛙。内所住，喜悦内就是极尽处嘛，极尽处，内就是处，对不对？极尽处，那就是承办极尽，如就是承办。这个数也是拿那个，喜蛙就是极尽，内就是处。那如果这样直接翻的话，极尽处嘛，极尽处。那我们是寄送，要针对字要缩减，所以就不这个处不用写了，就直接写成极尽，所以承办极尽。那这边羊呢就变成了说后。什么叫承办极尽？承办极尽就是说，智者呢，他会别人说法，后者说他会自己去努力成就，就是成就极尽的意思。那这边的承办就成就极尽。那承办做这件事嘛，承办是不是可以说可以成为做
度这件事。行办好像是有人交代你，然后你拿那个事情来做，这个成，对，有人交代你拿这个事情做或是成功的成，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啊，成功的成就是成，成就啊，嗯成就的哦，足，成就的成吗？应该说成就的成，承办，成就，这个成对，啊，承办极尽，承办极尽。让他写为 next to。好，那现在是先这个承办极尽。这是你翻译的还是其他的译者？这个吗？这是我翻的。嗯。如果我写那个成的话，是理解成什么？接收别人交代你接收来做，啊，就是佛祖交代你，或是别人交代你，上司交代你，施工交代交代我承办这个极境啊。而不是教别人念。自己就是成就嘛。自己要用成功的成。那这个承啊，承办，被动的。而且上面的交代你，上面交代你啊。交代别人的，也是用别人承办某一件事情，做某一件事情。啊，好，是目前来讲是比较接近这个承或羁绊极境，因为他这边讲的是，要不他是智者会对别人说法嘛，要不呢就是承办极境，就是成就极境。所以这边的 arm 就是选择嘛，是不是？这边的 arm 是用选择，然后呢，脑部，记住，连接他们，脑部记住连接他们，名呢，加持，领导内，名呢，加持。领导念，脑部就是珠宝嘛，珠宝，记住就是顶记嘛，最顶的记住，是吧？记住，记住，不是这个吉啊，是啊头发的发，然后一个吉祥的吉。顶记，你是顶记吗？这个吗？是这个吗？这个吗？啊，佛的顶记那个吗？世尊者那个世尊那个顶记。那我用的这个级是什么？你们背后那一条。我想说顶级怎么跑到头上去？抱歉，一个法一个吉祥的吉头发的发上半部，下面一个吉祥之吉。啊。头发的发是这个吗？好像三篇然后底下有吉祥的吉祥的吉，对，这个哦。这个叫做顶级。但是在大陆头发的发也会用这个发啊，头发好像是对，他们是对。脊椎的脊用怎么会用到脊椎的脊？山的话，山就是啊，如果是山的话就可
山的话可以，就是用这个题哦，就你写的这个题，如果是用在山上面。山可是也是那个尖尖的那块 ridge，就是那个山也可以，就可以山的顶就可以山底就会用这个。那个记所以他这边讲的这个珠宝呢是，要不呢它作为这个顶级的装饰，这个是可以吗？装饰，珠宝呢，要不就是第一呢是用在顶级的装饰，装饰，件就是装饰嘛，作为这样的一个装饰。后者什么呢？如果你不做装饰的话，名呢？要不甲族就是海，陵就海，甲族陵就是在海州，在海里面，也就是在大海中，就是它只能在这个珠宝呢是只能在，要不是作为顶级的它装饰用，要不是在海里面，就是。所以这个珠宝是从海里面找出来的。那仁波切，那仁波切那个记才，仁波切你那个顶记，那是这个记没错啊。因为山跟海才是相对啊，这头发跟海有什么相对？你就珠宝放在山顶的装饰，然后如果你是装饰在山顶，就是在海里啊，好像也没错。这可以吗？对啊，仁波切那个记是对的。我不知道你头发跟海有什么相对关系。要不用山顶的装饰，要不是在海里面，那这个记对吗？对啊，是他有讲山的意思吗？因为没有用在这个说，特别没有讲上，但是它是基柱就是最高的嘛，最顶的。那最顶的话是山也有最顶的，那人的顶级这是也会这么讲那如果是山的话是可以用这个记嘛？对，没错，对。如果你这个句子来讲相对关系的话，应该是仁波切那个记才对。这个记是对，基柱是指头的顶。基柱是指头的顶，高的。基柱是说又可以讲到山顶，日基柱，日基柱就讲的是它最高顶的那个部分。头顶，它是因为记就是最基本的嘛，记就是基本的，那最基本的这个中间最高的那个是记住，对，凸起来那个就记住。如果你是要形容你要在最高山的顶级上面，那你那个级就对了。我这个级是对吗？如果你是说要在高山相对关系就对。那你们就用看这个顶级看。你要用的顶级呢，还是用顶级？两个都可以。如果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头部的顶级，那就是下面的这个顶级啊。如果形容山的话，就上面那个对。因为这两个都是可以用得上，日记住我没讲错，可以记住。看你当下的基础，你是要形容哪方面？如果是你要形容在山上的顶级最高处的那个装饰在那里的话，那就上面那个对。那你如果是形容说人的顶级，我这个顶级上面，那当然下面那个就对了。我会用头记，我们会用头记，我们不会用头记，不会用顶记。会丰富上哪个？陵是州，陵是州。对，可是那个角确定是海中的那个岛吗？海岛吗？甲族陵度呢？海岛不一定是海岛。要不呢是留在海岛，
要不呢是留在海岛，要不呢在海。拎也有这个岛的含义，假如拎拎称群居顶点有小岛，台湾是啊，台湾是一个丛林啊，台湾是一个丛林啊，对，台湾是一个丛林。那这个要翻成海岛的话，非是位于海岛，那就是变成6个字。那非是于海岛，要没有这个位的话，5个字来形容的话，加一个岛，那去哪个比较好？非不要那个位，非是于海岛，是吗？非是于海岛，看不太懂是不是？那个珠宝在海里面或者在海岛是什么意思？是它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如果它没有作为装饰的话，那就它是在海岛里面。它是在比喻智者的什么吗？那这个跟前面那个智者没有关系。第一句是智者，第二句是珠宝来说明。其实我们很多宝是从海里面捞出来的嘛，所以它如果那个所捞出来它没有做那个装饰的话，它是在海里面，所以就翻成海也可以啊。埋没，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寄送吗？这是一个寄送啊。前后没有关系啊。1、2有关，3、4有关系。那这个是用智者来形容，这个是以因为前面讲智者用这个方式2种嘛，那后句是用宝石来说明嘛，那如果是这么讲，你看，智者呢，要不呢他会对别人说法，要不呢他会自己成就嘛，这些成就就是。那同样那个宝石，要不呢也当做装饰嘛，要不呢就是本身在那个海里面存在。就是不是说海里面，它它本身在那边啊，就是因为我突然觉得台湾国语那边是吧？他本身居住的地方呢，其实宝石都在海里面，他人弄出来很多都是也是破坏生态嘛。好，那这个句子主要也是我们所讲的那个选择句嘛，这个用上了 am 跟 tam 用来选择句。这个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寄送也是萨基本之达写的一个寄送。这个寄送我们念一句吧。开贝闲了谢把 am， 养那喜为内属主，脑部记住眼前他，米呢家族领导内，米呢家族领导内，所以这个也是啊，这个跟譬喻跟这个实际也是有关联的。你看这个智者他是对别人说法嘛，对别人讲，对针对别人，然后是后面讲的是针对自己
对对。那宝石也是用在别人身上的话用装饰嘛。那自己呢是如果是话，他在海里面，那我们这里就对，最后这一句，那我们就先前面可以问问题啊。就刚刚那个可以理解成说，最后那个说可以理解成说，智者就跟宝石一样，不论在哪里，他智者就是智者，宝石就是宝石。你看，宝石在头顶是很漂亮，宝石在海岛上也是很漂亮。智者平常不是在做讲法的事情，就是他自己也在修法的。很好，这样可以理解了，对。我觉得那个第一句的翻译会不会变成智者对人说法，就是对智者对人说或成办涅槃，这样会比较容易懂。因为这本藏文里面的贤不是讲的是人，就是只要是他。他者。对。他不一定是人。对。就是其智者之外的有情众生。对啊，对。谢谢。好，这边你们没有问题哦。我们今天先从头。我觉得那个贤可以理解为自己以外的友情吗？贤。自己以外的友情。对，就这个贤是包含很多了，除自己以外那都是贤了。友情。任何都是友情，对，你可以理解成友情也可以，凡是除了自己以外。不一定这些。那其实针对讲法的话，说的话，你对有生命的才会讲，没有生命的可能不会讲话。对，对石头讲话，对空气，好，这个寄送来自于哪里？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沙迦本智达？沙迦，OK， 从头我们从这边就不用要问了，就是你们直接从这边念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那个句子。对，你们大声一点啊！那密马音别切小王节几对的扎尔主持其他的伊南连进驻他修电他这个他的每一加入几对的扎尔就入就我前呢几对切把他绿白团说说呢写句乐堂来切把他绿白团说说呢写句乐堂就我切白可顿抗议南来切把写把你一起进来남장 소소로 집에 자오 치와 집에 빼 지다라 고요담 레 군조 숨니 산예삼 최삼 긴두제소 치와 뒤배 된 강이남 레 남자 두모 이시 직도 뒤에
扎西了可瓦我，其我对别别句记得了归他们，连三界三去三，印度见你归着什么？其我几对个切点别，早晚看一南，连。Kangam tanam pamam am ralam sandam jidu te chua jidu gi jurzu tembe zawa kang inam le jwa le jurzu lerdu gap tang chung she song jidu gi zha ka nga ta na pa ma ra la sa ta me ta kam ngam tham nam pa ma am ram lam sa am tam糖养呢糖，就是说以后者是用糖啊糖汉，后者是用糖。这两个的养呢是后者嘛，对。几对个团脚糖布几对男主男主你年中暗成就个心上养大别大娃我天崩暗祖母暗孔母暗新拉kam挑chung ni sormo nga wo wangbu nga ni mikam nawa am na am je am lugi wangbu wo ni ba chizi la juba kirang nang chu jinje loma yinam Jakala sungju shuwa pepa yinam. Sungju shune semla yuwa tep song ham. Sumba. Dangma jenla jukba. Kebe shenla sheba ham. Yangna shiwe nesu jup. Nobu jizu genche tam. 米呢？甲垂零度内。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有问题吗？替我免费，那不走了，替我免费。参谋了薪水。哦，天父。大鸡多掉哦，哎呦，OK， 那我们今天说修经八颂，老钟这个嘛说说啊，当你心间他们这了，你心脑部来了呗，他们就准备310，大都几把真把小。康都苏当招别车，等你归来面大西，先拉300塔巴伊，桥都几把真把小。叫他们滚度人鱼啦，到今年木这么大，大些没入前边呢，真的当年多把小。人心眼白心间里，地动闸不能通车。人间跌宕切不行，你把了各位紧紧说。到了新给他多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个让给200单，一个闲了比我说。看了大给偏大边，让我去我看西去，新都米里女去那，新人他们到说。到那外当举把一，偏的马上滚了步，
马也虐当东眼官三位打了200笑。铁大姑娘去给给，都被前面马把戏，去跟有门西北了，前面青蛙来追笑。好，谢谢，下周见。